即係古典音樂其實好多時俾人感覺係好 serious 嘅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喺古典音樂學到嘅嘢咧係點樣認真處理音樂，就唔係話淨係點樣彈嗰啲曲目。咁所以咧變咗我哋一聽到巴赫嘅作品，我哋就即刻諗到巴洛克最輝煌嘅時期啦。呢個比賽嗰個包括嘅作品啦，同埋時期啦，其實係基本上係乜都 cover 晒嘅嚇。巴洛克時期啦、古典時期啦、浪漫時期啦。第8屆新唐人國際鋼琴大賽將於紐約舉行，截止日期係7月15日，大家快啲報名啦！